其實佩珊啊，剛剛咧我哋頒完咧好多個義勇獎同埋部分傑出系列嘅獎項啦，係時間進入我哋今日主題演講嘅環節嘅嘞噃。係啊，今年嘅香港義工獎呢係以創新領航行義新時代為主題啊。咁啊，呢個主題係關於啲乜嘢嘅呢？我哋今日嘅主題演講呢都會提到嘅，亦都係會講到企業創科同埋義工發展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嘅。係呢一個環節邀請到內地啦、本地啦同埋海外嘅專家學者咧一齊進行呢個探討，並且為可持續嘅義工服務咧發展帶嚟前瞻性嘅一啲分享嘅噃。嗱，雖然我哋講咗咁多啦，Tony，但係其實我同你咧都係呢一方面義務工作嘅一啲門外漢嚟㗎。咁所以咧，想真正帶到一啲啟發俾大家嘅話咧，就要問下我哋以下落嚟呢一班參與專題演講嘅嘉賓啦。首先有請主持人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彭允熙律師。咁而分享嘉賓呢，就包括有數字政策辦公室副數字政策專員數字基建嘅張怡偉先生，數碼港智慧城市及數碼轉型總監蔡偉傑先生，廣東省志願服務聯合會副會長胡小軍博士，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孫國林先生，仲有係專程由北京嚟到香港嘅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中國國別主任張蘭女士嘅，有請張蘭女士。好，各位，好，請各位嚟到台上啊。係，謝謝。係，各位請就座。好，各位係可以隨便就座嘅。咁我哋而家先將個時間咧係交俾我哋嘅主持人啊，彭主席。好，有請彭主席。有請。好多謝兩位司儀。咁啊，各位朋友好開心咧，大家可以嚟到呢度咧參與我哋今次義工獎暨論壇喎。咁其實今次論壇咧就講到關於咧我哋呢個 AI 講到科技同義工嘅結合。其實我哋之前諗到呢個題目咧，好多人話好有興趣喎，因為而家咧好似一出世都要識 AI， 無論你係120歲咧都要開始識㗎。嗱，咁頭先我諗啊，主持已經介紹咗我哋5位好有份量、好有重量嘅講者。嗱，其實咧佢哋有香港本地㗎啦，亦有咧係我哋代表國際聯合國嘅，亦有內地中國內地嘅朋友。咁而佢哋有啲咧係公營嘅機構，有啲係有政府嘅代表，亦有我哋嘅商界同埋有聯合國組織。咁其實咧，我覺得係好好嘅組合嚟嘅。咁咧今日咧，因為我哋啲時間咧好似係 overrun 咗少少。咁我係喺最短嘅時間、最精要地聽聽咧5位有乜嘢關於 AI 嘅發展同義工嘅結合，可以令到我哋有啟發，令到大家做義工嗰陣時咧有新嘅點子，更加有效率，更加可以幫到人。嗱，今日我哋好好啊，我哋講緊 AI， 我哋都有 eBram 啊，要多謝 eBram， 因為今日發言有用廣東話，有用普通話，你也是用普通話的嚇。咁佢因為咩文都識啊，所以決定用普通話。咁大家咧，你哋我哋就唔會現場再翻譯啦。咁如果有需要，可以睇即時傳譯嘅字幕。嗱，咁我哋就講翻啦，義工咧，其實喺義工度咧，我哋最近都發現有好多人咧結合喺義工度，可能用數字經濟喎，就算亦係用 AI 喎，關於即係教基層理財又有，關於環保方面都有。咁我哋趁而家大家5位講者都喺度咧，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啦。嗱，我哋咧個順序咧就唔係排左右，反而咧係用你個姓氏嘅筆畫喎。咁我哋第一位咧就係張生，張怡偉先生。嗱，
頭先你記唔記得佢嘅身份呢？我讀多一次俾大家聽，就係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副數字政策專員。嗱，講到咧呢個咁特別嘅 title 咧，其實都比較新㗎。咁佢其實就負責咧我哋數字政府同埋智慧城市嘅策略同埋落實。咁啊，亦係關於我哋係網絡安全啊，同埋內地啊點樣互動。嗱，其實咧我會前同阿張生講，有啲咁多心。咁但係佢就應承啊，用一個深入淺出嘅方法，令我哋聽得明究竟點樣同義工同數字經濟、數字呢樣嘢可以結合啦。咁我將時間交俾阿 Daniel， 好冇？好。我哋簡短咁講講先係嘛？係啦。咁啊，再次多謝大會邀請啦。咁啊，在座各位傑出嘅義工啊、嘉賓咁樣，大家好。咁我係嚟自數字政策辦公室，可能大家對於數字政策辦公室可能比較陌生啲啦，因為我哋成立咗大概都係年幾未夠2年，但係我哋前身就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咁我哋喺2年前就同埋呢個叫做效率促進辦公室咧合併咗，就變成而家嘅數字政策辦公室。咁主要我哋係負責推動政府嘅數字化啦，亦都係好似頭先講到我哋會運用 AI 咧，就去幫我哋咧去處理一啲工作咁樣嚇。好，嗱，我簡單咁樣講一講啦。相信咧，其實大家都會認同香港嘅義工服務咧係好多元化同埋有好多形式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咧，其實傳統嘅義工服務咧，其實一路都面臨緊咧好多嘅挑戰咁樣。咁我呢度咧就列舉一啲可能大家都會身同感受嘅挑戰啦。首先係關於一啲資源嘅規劃方面啦，嚇。咁其實我哋香港雖然細，咁但係都分開咗唔同嘅區啦。每個區都有對義工咧嘅一啲訴求。我哋嘅義工咧亦都係散落咗喺我哋唔同嘅地方啦。邊啲社區喺唔同嘅時間有義工嘅需要啦，而邊啲社工係義工啦，喺當其時係有時間去一齊去真係幫手嘅話咧，咁呢一個matching 咧就其實就好似喺一個大海裏面唔同嘅孤島方面咁樣嚇。咁所以如果係冇科技去配合嘅話咧，其實呢啲資源咧就比較分散，個配對亦都有困難嘅。咁好啦，呢個亦都帶出咗第二個問題啦，就係關於招募義工嗰方面嚇。咁試想想，如果係冇科技嘅時間，大家只可以用一啲最傳統嘅方法係嘛？口耳相傳啦，靠大家人際網絡啦，去召集啲義工啦。咁喺我哋香港咁多樣化嚇、咁多形式嘅唔同嘅義工服務嗰陣時咧，呢個嘅處理會比較困難啦嚇。咁再跟住啦，就算我哋招募咗一啲義工啦，有足夠嘅人數，咁但係咧喺人手編配嗰度咧，其實都會可能遇到一啲唔同嘅困難。就住唔同嘅義工佢哋嘅經驗啦，佢哋嘅人數啦，或者我哋嘅活動係需要一啲乜嘢嘅配置啊咁樣。咁呢個如果全靠人手嘅話咧，咁大家應該在座都好多人經歷過㗎啦，要打好多個電話，要好多次嘅 confirmation。咁所以咧，有咗呢個資訊嘅平台啦，資訊科技咧，我相信係可以幫到大家手，尤其是係一啲突發情況。譬如我哋上一年都有面對好多天氣上嘅狀況啦，或者啲場地方面嘅狀況咧，其實咧都會好踢腳嘅。如果冇資訊科技，咁再跟住咧，我覺得就到第4點嗰度咧，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就係話，義工嘅活動做完之後啦，大家都其實都好攰啊嚇。咁未必有一個機會咧，即時可以攞到一啲服務嘅評估咁樣嚇。咁呢一個我哋都希望透過科技咧，其實大家就可以好容易咁樣一完成咗義工活動之後咧，就可以將自己嘅感受啊、建議啊，都可以透過平台咧去反饋翻俾活動方。咁最後啦，活動嘅分享，我相信咧就而家大家都唔係就咁靠報紙啊、靠刊物啊、
靠網頁啊，好多時都係靠一啲IG 或者一啲多媒體咧去做一啲互動。咁呢一個都係科技帶俾我哋嘅一啲新嘅分享方式。咁關於一頁咧講到嘅就係話，其實每個服務啦都有唔同嘅一啲影響力啦，亦都有啲實時發放嘅管理啊、多元化嘅一啲彈性啊嗰啲。咁其實我相信在座咁多位咧，都喺自己嘅環節咧係用科技。如果有義工嘅歷練啦嚇，有幾十年咧，大家會發覺處理義工活動嚇同而家咧其實應該係即係相差好遠好遠嘅啦嚇。而家有好多平台係可以幫到大家手啦，亦都咧可以等大家可以集中啲咧，將自己資源喺個活動嘅方面咁樣。咁呢度想提一提啦，其實頭先我講我係嚟自數字辦啦，前身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啦。其實我哋早喺2014年嗰陣時咧，已經係推動一個叫有知識嘅數碼共享計劃，係令到所有嗰啲長者啦，我哋要提供一啲叫長者數碼外展嘅計劃。當中我哋亦都係透過一啲地方嘅工作站啦，而嗰啲工作站我哋都有招募一啲年青嘅義工啦，幫佢哋手就係喺唔同嘅區，跟住咧就有一啲叫做help 嘅 station， 就幫助各個長者啦，去熟習一啲唔同嘅佢哋手機嘅一啲應用程式。咁呢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應用程式，亦都啱啱突破咗400萬嘅登記用戶嘅。咁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應用程式呢？智方便係啦。咁我希望大家呢都有安裝到智方便啦。咁亦都我哋透過呢啲街站啦，就同啲長者呢分享翻喺唔同嘅應用場景裏面有邊啲嘅服務啦、流動應用程式啦、服務啦，係幫到佢哋最多嘅。譬如長者好多時就係關於一啲醫療嗰方面啊，或者係一啲急症室嘅輪候情況啊嗰啲嚇，或者一啲外遊啊，甚至乎申請車牌啊，或者係一啲去旅遊嘅資訊呢，其實都可以喺智方便嗰度攞到嚇。咁另外呢，其實喺大家應該都會感受到，就喺上幾年啦，其實網絡安全係一個越嚟越重要嘅議題咁樣。咁呢一個都係我哋去教育長者去用佢哋手機，亦都係提防騙子係嘛嚇嘅一啲嘅教育咁樣。我哋都喺透過呢個長者數碼外展計劃裏面呢，去實踐嘅嚇。咁好啦。呢度講嘅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作為義工咧嘅年齡層咧，其實好闊嘅，有好多其實退咗休嘅叫銀髮青年啦嚇，其實都係好有心做義工嘅服務嘅。我哋透過頭先講啦，義工嘅一啲活動，我哋可以透過網上科技去發放去做配對。咁我哋點樣令到呢啲發放嘅渠道咧，更加適合一啲即係年長者咧去參考啦？咁我哋政府其實就一路都係推展緊一個叫無障礙網頁嘅內容指引啦，包括網頁同埋應用程式都係嘅。咁我哋推展咧，其實去到今日，所有政府部門嘅網頁啦，或者公營機構嘅網頁咧，應該都全部係符合咗呢個國際嘅關於無障礙網頁嘅標準嚇。咁我哋都透過同 Hong Kong IRC 合作，每年咧都舉辦一個叫數碼無障礙嘅嘉許計劃啦。咁我哋都積極咁樣鼓勵各個私人機構，佢哋嘅網站咧都係用一個無障礙嘅設計嚇。咁另外我哋自己數字辦啦，都發布咗一個叫長者友善網站同埋流動應用程式嘅設計指南，咁令到呢一啲設計嘅一啲理念啊，或者設計一啲嘅best practice 啦嚇，都可以即係分享俾公司型嘅機構咧去採用嘅。咁其實咧頭先講好多都係數字辦啊、政府啊做嘅嘢。咁關於推廣呢個資訊科技喺呢個義工嘅發展方面咧，係咪淨係得我哋政府做咧？其實唔係嘅。咁呢度我都舉咗啲例子啦。譬如唔知大家知唔知港大有一個叫 AI 牙科檢查服務，就進入呢個社區嘅計劃嚇。咁呢個計劃好有意義嘅，就係聯同咗香港大學嘅牙科學院啦，揾咗佢哋嘅學生配對翻社區裡面嘅一啲有心人士啦。咁
咁就為區內嘅長者咧去檢查牙齦嘅問題，亦都會向佢哋提供一啲咧清理牙齒嘅一啲辦法啦。咁令到長者咧其實唔使去純粹去靠輪候公營醫療嘅一啲服務俾佢哋咁樣啦嚇，而係可以適時地咧、適切地咧俾到佢哋幫手。我哋亦都即係有呢個活動咧，令到香港牙科嘅一個需求咧係有個舒緩啦，因為始終牙科嘅服務咧，其實就喺香港嚟講都係比較短缺。咁另外咧其實亦都喺國內啦，有一啲喺送飯嘅一啲緊張時間，即係而家差唔多食飯時間啦，但唔知大家有冇肚餓咧？其實對長者嚟講咧，其實到午飯時間嗰陣時，如果人手不足，啲飯送到去嘅時間都係涼冰冰嘅時間呢，其實都係唔好嘅感受。所以內地有好多安老院呢，其實都用咗機械狗嚇，即係大家熒幕見到嘅左下角啦，用一啲機械狗去送餐啦嚇，咁就等到啲長者可以食到啲有溫暖嚇嘅一啲餐。咁另外呢度都列舉咗兩個平台啦，一個就係社職嘅非牟利機構持份者關係管理系統。另外一個咧就係Volunteer 嘅 project 啦，係歐盟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平台，大家係可以使用嘅，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咧可以透過呢一個平台咧做一個有效嘅義工團隊嘅管理。咁變咗機構就可以比較集中啲咧，就係去返個服務本身。咁其實就如果本地舉一啲例子啦，頭先都有講者講到係譬如15運嘅時間咧。其實都各個方面都有用到啲 AI 服務嘅。我哋數字辦就喺啟德啦，做咗一個叫全運 AI 義工啦，用唔同嘅語言問佢，佢就有唔同嘅解答啦。亦都有一個響度嘅功能啦。咁喺賽事期間都做咗佢嘅工作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到廣州或者深圳嘅開幕式呢，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啲唔同嘅利用到機械狗啊、機械人啊，甚至乎大家見到呢有一個叫做開幕式嘅奏樂呢，其實都有喺嗰度出現到。咁最後啦，我想分享就係話創科嚇係真係其實呢係幫到每一個人生活嘅每一個環節。而家亦都呢個係我哋數字辦呢希望推動嘅。咁亦都希望大家記住今日嗰個主題啦。今日嘅主題就係創新領航，行義新時代。咁我嘅分享係咁多，多謝各位。咁多謝阿 Daniel 嘅分享啦。咁我相信各位義工朋友啊，你哋個機構同你哋都會擁抱呢個科技，令到行義嘅路咧行得更加有效、有效率。咁下一位咧，我哋就要請蔡偉傑先生，就Ricky Choi。咁佢係數碼港智慧城市同埋數碼轉型總監。咁佢個名銜已經好清晰講明佢做乜啦，就係數碼轉型同埋智慧城市。咁喺呢方面我知道咧，佢好特別係會透過同唔同人合作同埋伙伴去推進。咁我時間交俾阿 Ricky。唔該晒 Vanessa。首先再一次咧，多謝大家繼續捱住肚餓留喺度聽我哋去做分享。希望咧嚟緊我哋短短呢個時間咧，希望可以俾一啲idea 等大家啦。咁等大家如果嚟緊做義工服務嘅時候，諗起科技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諗起數碼港同埋數碼港嘅園區公司。咁咧數碼港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好致力去推動科技。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數碼港自己本身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機構，佢唔係一個政府部門，但係咧佢係一個100% 政府擁有嘅全資嘅公司。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咧最主要希望喺我哋現行嘅框架之下咧，可以幫到咧唔同嘅行業咧做到嗰個數碼轉型。咁要做到個數碼轉型咧，其實最重要做到咩咧？就係要做好多唔同嘅一啲科技方案咧，可以落到地。咁呢個點解用一啲初創公司咧？佢哋因為好彈性，佢哋變身變得好快，咁就可以幫到個社區。咁亦都正係咁咧。隨住而家頭先講過 AI，大家都日日都離唔開啦。
其實我諗幼稚園生都會用 AI 㗎啦，而家嚇，因為講真嘅嚇，因為我琴日先喺教育局開個會咧，原來幼稚園咧其實都廣泛去使用緊嚇，咁所以咧其實AI 咧真係同我哋息息相關。咁亦都就住咁樣咧，其實政府咧亦都加大咗力度咧，去推動咧我哋全香港喺人工智能方面嘅發展嚇，特別係我哋自己本土嘅發展。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香港咧有一個好大嘅算力中心咧，其實係喺數碼港嘅。咁亦都咧有一個30億嘅人工智能嘅資助計劃咧，係去推動本地咧唔同嘅持份者，包括一啲大學啦，包括一啲科研機構啦，同埋初創嘅公司咧，都可以去申請。咁我哋好高興啦，見到都好廣泛使用啊！有已經係用。暫時我收到最新嘅信息咧，已經有20個 project 咧用盡咧我哋3000個 pFlows 呢一個咁嘅算力。咁我哋好期待咧，其實喺義工服務方面咧都可以做到呢方面嘅開展。嗱呢啲就少少廣告嘅啫，咁等大家都知道其實數碼港個比例上面咧，而家我哋有2300幾間公司啦，其實真係嚟自好多唔同嘅板塊。咁特別我想強調咧，我自己負責喺智慧城市方面咧，入邊有900幾間嘅智慧生活咧，都係幫到個社區。一陣我會同大家再分享。咁亦都好開心咧，見到咧越嚟越多咧好重點嘅企業咧，透過政府嘅唔同嘅部門咧，其實帶咗嚟香港，落戶咗香港。有啲係來自內地嘅，有好多亦都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咁我哋見到而家我哋已經有16間嘅上市公司喺世界各地，有8個 unicorn， 即係獨角獸。咁其實隨住呢啲咁嘅發展咧，我哋好相信咧，我哋可以除咗同國家接軌到15規劃，以創科目標做出發啦，亦都可以咧帶到佢哋出海，幫到其他嘅地區。我哋一直積極咧去做好多呢啲工作咧，其實都唔係淨係自己本身嘅，其實係好重要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網絡，入邊有唔同嘅部分嘅網絡嘅朋友。包括一啲係商業機構，好似今日你哋義工服務咁樣，其實好多支持都係要嚟自商業機構嘅推動，唔係話單單一個局。我相信咧，義工局都唔可能自己一手一腳做到晒，所以絕對要有好多有心人。咁亦都要有好多有心人，好似在座嘅義工咁樣啦。咁如果冇你哋，根本上好多想做嘅嘢咧，都係做唔到嘅。咁我就好希望咧，即係隨住一個發展咧，可以更加去加大到。咁就住好似呢一個你見到呢一個 style 咧，希望可以俾你睇到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呢啲園區嘅技術咧，真係喺日常息息相關。點樣可以幫啲長者？頭先阿 Danny 都有講過，點樣去幫一啲健康啦？而家甚至我哋話樂齡，其實樂齡原來條 curve 拉到好低嘅喎。原來咧45歲以下咧就已經叫金齡啊！呢個我都係同阿 Rebecca Choi 去學翻嚟嘅。哇！跟住諗45歲，原來就係要去開展去 plan 下下半場要做啲咩工作。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個產業好大，亦都有好多有心人咧。其實佢係趁佢仲年青咧，佢可以幫到其他嘅朋友仔。嗱，呢個你見到我咧都有親力親為啊！我帶住呢隻 ESG 啊，呢隻 ESG 咧，其實咧大家去諗 ESG 好多時候咧會集中咗喺個 E， 即係喺環境保護。其實咧喺 social 啦，即係喺個社會上面咧嗰個 value， 同埋喺個 governance 喺個建構喺嗰個監管咧個管治咧，其實都好重要。咁所以我哋呢一張相係做咩咧？其實我哋參加咗呢個 Outward Bound 一個活動，去 promote 咧以 sustainability 同埋 ESG 咧去幫用唔同企業嘅力量咧去幫呢個社群。咁依間 ESG 呢間公司咧嘅嚟自佢個名其實叫 Zero2， 其實佢都好有心咧，而家係幫緊香港嘅社區咧點樣去用數字去量化嗰個成效。特別我哋好高興咧，見到佢同教育局咧同埋教育城咧都有啲活動咧嚟緊係會開展嘅。時間有限啦，我唔能夠一一詳細講啦。咁但係我哋一個好緊密嘅合作伙伴啦，就係坐喺我身旁嘅 Daniel 啦。其實喺佢嘅帶領之下咧，我哋亦都有同數字辦一齊合作啦，去幫中小企去轉型嚇。因為中小企其實真係一啲好有心嘅人，唔係淨係靠大企業可以去做到呢個 sustainability。其實好多小企咧，其實佢哋都好有心，佢哋幫我哋喺香港咧係做緊好多擔當住唔同嘅角色。
讓我哋咧市民大眾咧能夠可以去做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唔係一定要係幫襯好大嘅酒樓。其實你哪怕係一個街市咧，去幫襯一個菜販咧，其實都係製造緊一個經濟咧係一個循環。咁我想講咧就係、時間有限，但係我都好想講翻係一個例子嚇。個例子咧係咩咧？就係、譬如你諗下，頭先講過話要有啲book 義工嘅平台。其實義工嘅平台咧，如果大家有派飯嘅經驗咧，我就有啦。咁嗰個經驗係咩咧？其實原來咧有機會係重複咧，有唔同嘅送飯嘅機構咧好有心，但係咧送咗去同一個地方，你都好難預計咧。當你去同一個地方嘅時候咧，收到呢啲咁樣嘅飯嘅時候咧，其實係會產生一個耗損。當你產生咗耗損咧，其實對個社會亦都冇一個可持續性嘅發展。咁所以一個數碼化嘅平台咧，我想強調咧係個重要性咧，就係我哋可以有效咁善用資源，將啲資源咧分配俾得更多有心有需要嘅人咯。係。咁呢啲都係其他一啲合作啦。咁今日唔多講啦，有機會我好希望可以分享俾大家。咁最後咧，其實呢幾張 slide 咧就係我哋一路積極喺同政府啦、商界啦，同埋喺唔同嘅部門啦，或者一啲社福機構啦，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工作去做嘅。絕大部分呢啲工作咧都係喺我嘅管理之下。咁所以如果大家台下一陣有時間嘅，歡迎嚟同我交個 contact。咁我同我嘅同事咧都會咧係好希望咧能夠咧之後為你哋服務。咁就係啦，大致上係咁啦。咁啊，因為時間有限，咁啊希望大家我哋一齊共同努力，去幫香港做一個更有深度、更有心嘅義工服務。多謝大家。咁啊，多謝阿 Ricky。頭先咧佢非常之好話咧，一陣可以揾佢攞卡片。不過如果一陣太多人圍住你咧，你逼唔到佢咧，冇問題嘅。你揾我哋義務工作發展局，我哋會同你 line up 嘅，因為大家都要數碼轉型啦。咁我哋下一位咧講者咧就係胡小軍博士。阿胡博士咧就係代表我哋大灣區嘅。嗱，大家都知道啦，全運會就粵港澳。胡博士咧係廣東省志願服務聯合會嘅副會長，咁係廣州社會組織研究院嘅執行院長喎，即係可以叫做胡博士啊，係胡院長。咁咧其實佢咧做好多關於咧廣州市嘅慈善會啦，深圳市嘅慈善會都係佢嘅範疇。佢有個研究嘅方向嘅喎，就關於公益慈善、社會組織同埋社區治理。咁啊，我哋時間交俾阿胡博士，等我哋分享一下關於廣東省嘅發展，等我哋香港可以學下嘢啦。好的，非常感謝彭律師的介紹，也非常感謝我們香港義工發展區的邀請。剛才張先生和蔡先生的分享非常的有啟發。那麼接下來長話短說就是我想對於廣東的志願服務的一些發展，我想還有這麼多的同仁堅持到最後一起交流，我分享3個案例。因為今天我們這一 part 的主題詞是企業、科創還有義工的發展。那麼這3個案例呢，我想第一個，其實在我們的志願服務裏邊非常強調應急的志願服務。那麼大家知道，在我們包括香港、廣州、深圳這些超大型的城市在內，那麼我們知道第一個方面，我們面臨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是心源性的猝死，並且呢90%其實都是在醫院之外發生的。這就意味着我們黃金的4分鐘的搶救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公眾和志願者能夠掌握心肺的復甦以及 AED 的使用。所以呢，我們也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們的香港、廣州、深圳、佛山等大灣區的城市，政府部門越來越注重鋪設 AED 的設備。那麼比如說在我們廣州的地鐵，在我們的公交，這些的設施在不斷的完善。但是呢，光有設施，它要有人能夠非常好的使用它，然後在應急事件發生的時候能夠進行救護。
那么我举的这个志愿服务的例子呢，也是我想在香港的同仁也非常熟悉的顺丰，我们快递的一个公司。那么顺丰基金会呢，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应急向善的 AED 的公益项目。大家知道，顺丰作为一个快递的物流的企业，它最重要的核心优势是它有庞大的快递网络，而在快递网络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力的资源是我们的快递的快递员、快递的小哥。所以呢，顺丰基金会他们就发起了这样一个志愿服务项目。一个方面，在他们的快递的站点，大家都知道，快递的站点一般都在社区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一个方面，在他们的快递的站点，然后来投射 AED 的设备；另外一个方面，把应急的这样的技能培育我们的快递员、快递的小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的快递小哥，他由于接受了这样专业的培训，他就成为城市应急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并且他是流动的，他是非常熟悉社区的情况，他可以做快速的响应。我想这是一个在应急志愿服务方面，我们企业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大家知道，除了我们关注应急志愿服务之外，广东的话这几年越来越关注社区的志愿服务。那么刚才我们接受表彰的有很多我们的长者的义工，其实它主要是在社区这个层面上开展服务，在 community 这个层面上开展服务。那么大家知道，社区呢是一老一小残障人士聚集的主要的地方，也是他们获得照顾的主要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香港也特别强调韧性社区的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辖区的、社区的更多的企业、商户、志愿者、居民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比如说这2张是我们广州的社区志愿，是我们的长者的义工。那么他们在利用他们的时间做一些水饺，送给社区中独居的、孤寡的长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广州做的非常有效，长者新生热线，就是打电话给单独的长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长者的义工，他们陪伴社区里边的老人达到10年之久，所以让这种社区的温暖能够传递。但是呢，大家知道，在社区里边有很多的商业、很多的企业，他们也想参与社区的发展。比如说，我是一个理发店，我没有捐很多钱，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可以每个月为社区里边有需要的人捐10次理发机会。这样的捐赠如何实现？我们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腾讯基金会就利用自己的核心的技术能力，打造了数字关爱平台。社区里边，如果你想捐理发机会，你是一个餐厅，你想捐10份水饺，那么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数字平台，精准地对接到社区中有需要的人士和家庭。这也是我想利用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搭建我们的数字平台，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社区的服务中来。最后1分钟，我想最后一个案例，大家知道，在我们广东，很多我们香港的义工也到我们的粤东西北的地方，参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志愿的服务，这几年是越来越多那么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乡村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是我们的留守的儿童，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城市里边务工，但是他们可能跟爷爷奶奶待在乡村。那么我们国家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流动儿童的发展，其中呢，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心灵的陪伴，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也介绍一个我们广东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志愿服务的组织，叫蓝信封，它是由中山大学毕业的周文华博士创立的。那么它主要怎么来做志愿服务呢？写信，大家知道。但是写信呢，这些志愿者怎么来呢？主要是2类志愿者，一类是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类是企业的青年的志愿者，企业的员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书信的项目，不是写1封信，是要写3个学期，也就是1年半。
然后每个月都要和这些孩子做一个通信。但是大家知道，从2008年创立，他们总共已经服务了1700多所乡村的学校，写了250多万封的信。这里边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上千所、上万名的留守儿童之间怎么实现精准的匹配？背后就需要数字平台，需要 AI 的技术。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书信陪伴项目中，整个的数字的技术，还有像 AI 的精准的匹配，那么在整个志愿服务项目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啊。那最后一句话，我想上述的3个案例呢，仅仅是广东志愿服务的一个微观的缩影，但是它也反映出当下我们志愿服务，特别是在广东、在珠三角非常重要的趋势。第一个方面，我们越来越强调企业和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的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但是它需要什么？需要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的支撑。那么刚才我们2位都讲到我们香港很多的实践也是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时间有限，我就讲这3个小的实践案例跟大家分享啊，谢謝。我哋多謝胡小軍博士，真係呢個好有啟發性嘅分享啊！咁同埋我哋根據我哋義務工作發展局嘅調查咧，香港咧其實義工嘅朋友係好有興趣去大灣區一齊去同你哋一齊做義工嘅。咁我知道百分比係差唔多是20%幾嘅。咁同埋咧，頭先講到 AED 咧，咁其實我哋咧香港所有嘅大廈大部分啦都應該有 AED。咁而我哋都有同消防處、香港消防處大力推動 AED 嘅學習。咁我相信呢度大部分人都應該上咗 AED 嘅課程啦。如果沒有咧，我哋就一定要盡快同你安排。好，咁而家我哋咧就去到我哋要介紹我哋孫國林先生。孫國林先生就係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嘅執行董事。咁佢喺物業管理方面咧，經驗十分豐富，超過50年嘅物管經驗。咁佢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會長，係03至07年，而亦係咧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嘅副會長，06至到2018年嘅。嗱，佢一直熱心公益，佢自己都有參與做義工嘅，亦係為義務工作注入新嘅元素。喺2001年咧，已經超過20多年咧，去組織咗恒基兆業集團嘅物管管理部嘅恒愛義工隊。咁我將時間交俾孫國林先生。一定唔使舉個牌叫1分鐘或者叫我收聲，我一定個時間唔會超時嘅。因為咧，頭先我喺台下咧，係啦，睇得清楚啲我哋嘅香港義工獎賣下廣告先，多謝先生。頭先我喺台下咧，拿住呢沓廣告咧，頭都痕。咁阿黃江天主席同埋曾委員咧就話：喂，你隻眼咁細嘅字都睇得到嘅，不如唔好睇啦。今日嚟到咧就。我發揮下恒基作為恒基集團推動義工嗰個方向。頭先講 AI 嘅嘢咧，啲專家講晒啦，我就唔係 AI 嘅專家。不過有樣嘢咧，我必須要做嘅，就係喺聖誕之前，我哋同警務處合作，就做咗一個提防騙子嘅聖誕樹。用呢啲毛公仔，就會擺啲提子嘅公仔喺樹咧，就收集咗嗰啲住戶嗰啲公仔俾我哋咧就擺咗100幾個屋苑都係呢啲舊公仔砌成一個聖誕樹。其中之一咧，呢個就義工做嘅其中之一咧就係最主要咧係提防騙子 AI 嗰度咧提防騙子，因為警務處嗰日咧。同我哋大家溝通咧、交流咧，有70%以上嘅騙案咧，都係用電騙，
嗱，呢樣嘢咧，我哋義工咧，將來咧就會喺呢方面對一啲朋友咧點樣去防止俾人呃、俾人騙。咁啊，警務處咧即時咧教咗我用噶啦。咁我咧就會將呢個程式咧俾翻我哋嘅嗰啲義工咧，教人點樣提防騙子，唔好俾人呃。呢個最重要。而且咧，恒基咧亦都喺1個禮拜前咧出咗個通告，將我哋所有嘅工作咧盡可能用 AI 化，就有3個 AI 大使，就教我哋各個部門咧用 AI。琴日再加多個4個大使。當然我哋就唔及你哋2位專家啦，但係我哋對於 AI 呢樣嘢咧，即係好重視發展啲 AI， 特別係義工今年係用 AI 創新創科嚟加強個義工。正話咧，馬會嗰個董事啊，胡家彪咧，佢啱走咗啫。佢都係我哋集團嘅非執行董事。咁我咧就會話俾佢知，義工咧要佢撥多啲錢，因為今年啊多咗 AI 呢樣嘢出嚟咧，要訓練啊。我會揾佢㗎，都啱走咗啫嘛。因為佢大把錢啦，好多人好熱心，係鋪咗草皮，攞咗好多錢咧，就做翻嗰個 AI 樣嘢咧，我覺得值得嘅。嗱，我今日咧就好開心，每年一次咧喺呢個場合咧，又見到啲老朋友、舊朋友、好朋友，譚教授啦、關則輝啦、湯修齊等等，都係老友記。嗱，我點對義工發展局特別有感情嘅原因咧？嗱，宏福苑一火燭咧，我哋公司咧就拎咗幾千萬出嚟咧，就點樣去幫啲災民。我第一時間就諗到，佢俾一半錢我不如就交俾義工發展局，直情咧就揾咗阿彭、Melissa 即刻傾，係好值得係揾義工發展局去幫我哋幫啲災民㗎。到而家我哋都繼續即係保持住一個網絡一個聯繫。我哋都係一個合作嘅伙伴。講翻一啲我稿裏邊嗰啲嘢咧，講一講咧，簡單講講啦。即係唔好睇啊，就慳翻啦，唔使講咁多啦。嗱，因為咧，恒基點解咁重視義工發展義工呢個行動咧？就係因為李兆基博士喺50年前。50年前啦，而家今年啱啱50週年，即係佢對呢個1976年成立恒基嘅，佢就人哋成日講話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呢個係非常之貫徹佢嘅精神嘅。呢個就上間六間上市公司，包括煤氣公司，頭先都上台攞個獎㗎啦，都係我哋旗下嘅公司嚟㗎。我哋有2支義工隊，恒基裏邊一支咧就義工恒基溫暖工程義工隊，一支咧就恒愛義工隊。恒愛義工隊咧有3000個義工，點解咁多啊？咁最主要咧，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嘅義工，係嗰啲業主啊，同啲判商啊，同啲合作伙伴啊，我哋做埋義工嘅。咁故此咧，我哋嘅隊伍就非常之龐大。20年嚟，我哋獲獎無數，嗰啲唔賣廣告啦。即係最主要咧，有15次咧就攞到義工發展嘅嗰時社會福利署頒俾我哋嘅，就係最佳時數嘅獎咧。我哋連續攞好多屆，每一屆都係嗰陣時咧就最早董建華嘅太太董太頒俾我哋，後期咧就梁振英個太太梁太頒俾我哋。今日我以為，咦，李太會頒俾我，走咗喎，咁唔緊要，唔緊要。不過咧，嗱陣間仲有個事，仲有要頒獎，我哋同事佢
紅色衫嗰就係我啲同事坐到最尾啊，攞埋獎先好走啊！雖然冇李太頒獎俾都要攞嘅，因為我有一次咧，隔咗1年之後咧，有一日啲同事攞獎嘅時候翻嚟，讓佢面黑黑，我咩事啊？佢今年攞唔到冠軍啊，亞軍咋，係俾信我攞咗冠軍啊！我唔緊要，嗱，因為我哋唔攞到亞軍一樣咁高興，我一樣咁開心，因為我哋做咗個示範作用，有人去叻過我哋，怕乜啦？人人行善先啱啊，唔係淨係我哋玩晒啊嘛！阿黃光天主席，嗱，你都係物管嘅監管局嘅主席啦，我哋希望各間物管公司能夠個個攞到獎，能夠社會先至有行義嘅精神嘅。好，我唔好講啦，啱啱就整嗰個一分鐘俾我完結啦，唔講啦。我哋好多謝恒基兆業嘅孫國林先生。咁大家聽到咧，其實佢哋有好多義工，咁多年來幾十年來都做義工。但最令我感動就係佢嘅胸襟啊！呢個最緊要係感動到影響到身邊所有企業所有人一起做義工。咁啊，我多謝你嗰啲 AI 大使喎，真係好多人好需要㗎。咁啊，即係都得我知啊，數字化同埋 Cyberport 都好勁。不過佢冇咁多人手啊，你有幾千人啊，你令到你嗰幾千個義工全部去令到香港咩年紀都數字化做得好啲，多謝你。嗱，阿彭主席啊，即係雖然我哋係贊助機構啦嘛，係啊，你係贊助機構，呢個係我哋嘅策略性伙伴。策略伙伴，即係個字啊蒙蒙地啊，睇得唔係好清啊。不過我哋心中咧係覺得我哋永遠支持義工發展局㗎。多謝多謝，大家俾啲掌聲，呢度全部人都支持我哋㗎，係咪啊？全部人嚇，多謝。咁不過時間關係，我哋要去到我哋呢度唯一嘅女 speaker 女講者啦。哇！呢個勁啊！張南女士係代表我哋聯合國志願者人員組織中國個別專案組主任。哇！其實佢平時喺北京嘅，今次特登飛嚟香港。咁啊，大家講到聯合國都知，平時我哋冇咁多機會，即係可以見到佢哋嘅代表有啲分享同我哋等我哋了解多啲。嗱，尤其是係關於咧，佢平時係主力宣傳義工嘅精神啊，通過佢哋動員招募同埋管理聯合國嘅志願人員。嗱，其實香港都有啲關係㗎，義務工作發展局咧係一直幫咧香港民青局咧去做我哋嘅 UNV， 係叫聯合國義工嘅我哋嘅即係大學生嘅招募嘅。咁其實每年咧佢哋都有幾十個大學生會去到聯合國唔同嘅機構去參與一個為期數月至半年嘅時間嘅學習。咁我將時間交俾張楠，多謝你。非常感謝我們彭主席剛才的介紹。那麼尊敬的各位嘉賓，我們各位義工朋友們，大家中午好！非常高興在這樣一個溫暖人心又激動的時刻，能夠從北京來到香港，跟大家在這裡團聚，並且共同見證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那今天呢，根據咱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我也特別穿了一個紅色的衣服，代表我們對聯合國、對我們香港義工工作這樣一個最衷心的祝賀和最衷心的祝福。那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呢，成立於1970年。我們在自己的使命當中，始終希望通過義工的發展，來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希望從義務工作出發，成為全球發展的一個核心動力和不竭的力量源泉。那麼在前不久，2025年12月，我們共同慶祝了國際志願者日，並且呢，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以這個點滴奉獻皆為力量為主題，來開啟了聯合國大會決議所通過的2026志願人員促進可持續發展國際年。那麼也進一步認證和意味着志願服務被作為主流的議程納入到聯合國發展和全球發展事業的核心當中。
那今天呢，特别高兴来到香港，因为从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就深深地为我们这里的热情和活力所鼓舞。那今天再次来到香港，特别是跟大家相聚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热情，每一个义工的无私奉献，都深深地感染着我。那我也认为呢，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因为当我们讨论国际发展、讨论可持续发展是否能够实现，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宏大叙事和我们政府的宏观决策，而更依赖于我们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企业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它在其中所奉献的智慧和力量。那么在香港呢，我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大都会，正展现出独特的活力和我们作为人才高地这种专业精神和义工精神的完美呈现。那我认为呢，在我的认知当中，香港的义务工作呈现了3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香港专业能力正在进行全球赋能。那香港呢，可谓是汇聚了全球英才，无论是从法律、医疗、教育、工程、技术以及 AI 这些新兴的领域，我们可谓是汇集了全球的顶尖人才和资源。那么在我看来，当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以这个义工的身份去参与我们发展项目，去从事自己日常工作的时候，那么大家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你们的服务，更是你们具有全方面战略意义的思考，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前沿的信息和技术。那这些贡献呢，也直接服务于我们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如说消除贫困、消除不平等、体面工作，以及我们经济增长等等这些核心和关键的要素。那第2个特点呢，我认为我们的创新模式在全球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分享的意义。那么作为一个在全球首屈一指的非常前沿和高密度、高度发达的城市，香港呢，在我看来，无论从城市治理、从这个精神健康、从养老助残，还有我们资源循环利用等等各个维度、各个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精细化、专业化，并且非常有韧性，并且有企业支撑、科技为赋能的这样一种创新的社会服务模式。那这些经过我们香港成功实践的全球发展的香港模式，我认为对于义工的交流，以及对于我们“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的发展，特别是具有同样体量、同样规模的国际化大都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鲜明的借鉴的意义。那第3个方面呢，我认为我们香港的义工我们的工作特点还在于我们全球公民在地培养。那无论是今天还是在过去，我跟香港同事们的交流当中，我都深刻感受到香港对于青年、对于大学生义工这样投入的巨大的一种培养的这样一种动力和投入的资源。那他们呢，通过参与本地的义务工作，无论是在生态农业保护，在我们社区韧性发展，在多元化包容性建设等方面，都在不断积累自己的实践，并且呢，通过我们合作的这样一些国际化的志愿服务平台，把他们的思考、把他们的经验，通过能够为世人所接受的方式传播到世界，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理念非常重要的传播者。在此呢，特别令我们高兴并且觉得可喜的是，我们来自香港的志愿者积极参与了跟 UNV 的这样一个香港大学生服务联合国机构的义工计划，迄今呢已经走过10余年的历程。我们累计派遣了数百名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志愿者，把他们派遣到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在这个气候环保、城市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作为专家去支持联合国在当地的工作。那么也将香港的这些管理的理念很好的、深深的根植于国际发展的宏伟蓝图当中，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那与此同时，我认为更加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香港的志愿者不仅在海外服务，还把他们的这些经验和技能带回到本土，并且在整个香港社会中一直继续传播这样一个理念。我认为正是我们这项合作的核心意义和我们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那么除了香港之外呢，我们在联合国也在过去1年当中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总共动员了17000名联合国志愿者去支持17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工作。这里面呢，我们助力于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同样受益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通过一些在线的技术和一些先进的手段，能够去帮助难民去获得生计上的支持，帮助受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来获得最新鲜的食物以及最高效的这样一种恢复的一些方式。通过我们运作的这个特别志愿基金，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种子基金，在全世界探索一些具有前瞻性、示范性，能够在应急响应、多元包容和志愿精神倡导等方面提供借鉴意义的项目，让他们能够通过一些本土的实践，产生巨大的这个乘数效应，并且能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进行推广。那么在中国内地，我们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也共同开展了像 Movers for Climate 绿色乡村支教和他数字未来这样一些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来赋能乡村人民，特别是女性和青少年，能够掌握最新的科技，能够受益于数字时代的这样一些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提升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进而呢，通过义工精神的这种提升和倡导，让全世界能够受益于他们所带来的这些贡献。那么，在我结束发言之前呢，我还想特别跟大家分享，无论呢从线上还是线下，从国际还是本土，那通过刚才这些简单的案例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志愿服务和义工精神跟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息息相关，并且是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再次呼吁，也希望呢，在未来能够共同将香港的这样一种义工精神能够发扬光大。我认为呢，香港的义工精神也是这座城市最宝贵的品格之一。在我们共同迈向2030年，共同庆祝2026年可持续发展国际志愿者年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期待跟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跟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所在的机构，能够携手与香港各界一道，共同倡导义工精神，让香港的义务工作成为在世界上一张鲜明的名片，也能够惠及更多香港的民众，并且呢，让我们共同为全世界的这种公正和平的理念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那最后呢，我还想再次祝贺我们所有今天获奖的香港的义工朋友们，可以说你们是这个城市的骄傲，也代表着我们全世界未来的希望。谢谢大家。我哋多謝阿張南女士呢個好好嘅分享。咁大家原來要知道，原來你每做一啲義工呢，都係為咗我哋呢個世界嘅和平同埋發展盡咗一分力。咁今年提大家，2026係國際義工年。咁希望大家做多啲義工，令到社會更加美好。多謝。因為今日咧，我哋咧就5位嘉賓咧都做咗一個好精彩嘅發言，但因為我哋時間有局限啊，咁我哋個答問環節咧就要即係押後。不過大家唔使擔心，我哋已經安排咗，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咁佢哋咧會後咧就會同幾位講者咧就即係俾翻啲問題去，咁跟住我哋就會再同你咧做翻個回應嘅。咁我哋多謝5位多謝，好我哋做個大合照，好，多謝大家。我們拍個照好嗎？等我影完先。好，咁唔該晒我哋嘅攝影師啦，同拍攝團隊啊。好嘅。OK。
好，唔該晒咁多位嘅嘉賓，佢哋嘅分享啊，相信大家在場嘅都獲益良多㗎啦。剛才專題演講嘅精華片段呢，將會安排喺 AVS 嘅香港義工學院 YouTube 頻道播放，俾大家重溫，大家密切留意啦。